艾文，晚上有個重要的局，跟我一起。這是客戶的資料和喜好，好好看看。馬總，我這方案還沒做完呢，而且我也不太會說話，去了也沒用。你哪兒那麼多廢話？這也是你的工作，把公司好的誠意和形象展現出來，別出岔子。這是什麼？說是談業務，其實就是陪酒，哄老板們開心呗。喝吐了都是常事儿，而且还会被动手动脚。但是你还不能不去工作不就没了吗？这不妥妥职场 PUA 吗？别怕，晚上哥陪你们去。林医生，签个字。行吧。你冷静一点。那我们现在冷静下来，一会儿然后我再叫医生过来给你看看，可以吧？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你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那你别走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不走，我在这儿陪你。哎，不要走！你不要走！我觉得不要走，你不要离開我，你別離開我。劉哥，我有點緊張。你說一會兒 Mark 見到你，別緊張，你只需要照顧好自己。其實那些老板挺嚇人的，上次那個王總都坐我腿上了。別怕，今天咱們就給他來一個全程實錄，用魔法打敗魔法。張總、李總、王總，各位放心，今天一定各位狀態好。準備好了嗎？Mark，各位老總，不好意思，剛剛路上有點堵車，所以來晚了。誰讓你倆來的？我身為項目的負責人，這麼重要的項目，我怎麼能缺席呢？我給各位介紹一下啊，許攸倫、小李、Kevin， 小李坐，Kevin坐。哎，哦啊，那個兩位老總，不介意我坐在這裡吧？當然，許先生方便就好。林醫生，無事獻殷勤，未見其報。有事嗎？你是不是生氣了？我生什麼氣了？你是不是看到我的病人來找我了？誰啊？什麼病人啊？那就是我之前的一個病人，我把他治好了以後，他精神就出了問題，但我都跟他說清楚了，我向你保證，他今後再也不會來騷擾我了。你說的是真的？你還說你沒生氣？我本來就沒生氣。那我們現在誤會就解除了。我們本來就沒誤會啊。好，那我們一起把蛋糕吃了。你說什麼？就是什麼。馬克，哎，你這個小朋友有點靦腆哦。Kevin，李總誇你呢，快拿酒跟姐喝一個，快點。來，姐，乾杯。哎姐，放什麼？你像個小朋友哦，這個小許倒是挺沉得起。王總，小許，以水代酒，你是看不起我們這幾位姐姐嗎？不好意思，王總，不過你看我這身體，特殊情況。人長得帥啊，就是有特權，不過這樣看着挺讓人舒服。Kevin，把酒給你哥倒上，
李总这么赏识你，喝喝水怎么行？马克，你看我这身体状况不能喝。不过你作为我的领导，不如就由您代替我向各位老总敬一杯酒。我喝什么？感谢马总。好，马总，去吧。既然都坐到这边了，不多敬几轮？是啊。李总，敬你一杯。那我赔一个。好。王总，你说的太对了。马克，敬一杯。张总太豪迈了，快！哎呀，李总，你说的太对了。灵感酒，事业酒，酒。马总，马总，别这么小气嘛。快喝呀！你快！为了咱们公司。我跟你说，你的，王总，哇！李总，张总，哇！许佑伦，老子在公司是最大的。马总，看样子马总不太适应这种场合呀。我也觉得，走吧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姐姐。哥，还是你厉害啊！还是你有招。走吧，那我们就不管他了。明天早上自会有人管他。走。对不起，我一直在忙。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你就别添乱了。你适合实验室，不适合厨房。今天在那个饭局上，看着那几个老板，我突然想到，我以前在地球也默许过我们团队的女孩去应付这种场面。那时候我就觉得职场嘛，天经地義。结果今天落在自己身上。其實職場不都這樣，因為每個人的價值觀不同，所以他選擇走的路也就各不相同了。蔣博士覺悟很高嘛。好了，這件事情就告一段落。